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澳洲社區快訊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龍馬精神，萬事如意。農曆新年即將到來 ，The Hills Shire Council 宣布將喺今年舉辦該地區有史以嚟規模最大嘅農曆新年慶典活動，邀請全體居民一齊龍馬精神賀新歲。呢一次慶典最特別嘅地方，在於新州政府嘅大力資助之下，城堡山地區嘅主路 Castle Hill Main Street 將迎嚟10年嚟首次嘅變身。喺活動當日，呢條交通要道將封閉，改為行人專用區，將燈結彩化身為熱鬧嘅步行節慶街，讓大家可以盡情喺街頭賀歲迎新。請大家記好呢個時間：2026年2月28號星期六下晝2點到晚上9點。活動地點位於 Castle Towers 同 Castle Mall 兩大購物中心之間嘅 Old Northern 路段。當日嘅現場活動可謂精彩萬分，包括傳統美食、文藝表演及親子互動等。而活動嘅高潮將喺夜晚降臨，一場璀璨嘅煙花表演將為整個慶典畫上完美嘅句號。The Hills Shire 市長米切爾博士表示，Hills Shire 係一個文化底蘊非常深厚嘅地方，擁有超過20%嘅居民具備慶祝農曆新年嘅傳統，背景涵蓋中、韓、越、印尼及菲律賓等國。市長認為，將慶典搬到主要街道舉辦，唔單止能夠展現多元文化，更能帶動周邊商戶嘅繁榮。The Hills Shire 悉尼山區華人聯誼會主席安娜亦都提到，馬年象指住活力、速度、行動力、力量與成功。佢希望透過呢個平台，讓唔同民族嘅人都能夠了解中華文化，同全球15億同胞共同感受呢份喜悅。想了解更多詳情，可登錄 The Hills Shire 官網，搜尋 Hills Lunar Street Festival。澳洲社區快訊報道最新熱話，只要到 TVB Anywhere 或者 ACE 澳華娛樂社交平台都能夠收睇得到。歡迎大家提供任何本地資訊。我哋下次再見。